乡亲若要对大家要去进香，一定要遵守防疫规定，因为即马国内疫情有较紧张。伫南投的中寮有泡面托地公之称的石龙宫，连续这几天呢，有真个乡亲去庙内拜泡面、食泡面，讲要求财。虽然天气无好，不过呢，共款有千外民众去现场食泡面。是讲食泡面一定要烫嘴暗、溜嘴暗落来。有民众烦恼讲，安尼敢会去有？ 疫情风险，庙方强调讲，虽然庙的广场大部分是室外空间，也过会加强宣导防疫规定。民众大喙食烧好好的泡面，这么冷的天气，来到南投中寮的石龙宫托地公家食泡面，实在足过瘾的。泡面。 那桌内底有真侪种泡面，会当紧来食，加上边还有天然景致和托地公的加持，像真侪民众连假特别走来这行村。到附近来玩，然后顺便过来这边吃一吃，来拜一拜，很特别的地方。觉得有一个守护神在旁边，很清晰，特别好吃。石龙宫因为起伫咧山顶，所在真清幽，逐工拢会有民众来到庙里拜泡面、食泡面求财，好落袂停，嘛是成。 境外民众来，不过食泡面一定要把嘴暗剃掉。真侪人嘛是烦恼，敢会有疫情的风险。稍微会有点担心，就赶快拜一拜，赶快离开。不要太去摸什么东西，应该都还好。然后我自己都有带那个酒精在消毒。有比平常多还是少？ 当然是少啊，跟疫情也是有关系啊。庙方强调，疫情变严重，来拜拜信徒有较少一丝啦。加上庙埕是伫咧护挂，不过嘛是呼吁大家食泡面时，莫挖人受过近，嘛要乖乖遵守防疫规定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